哎，哎哎哎，回复啊！啥人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回去把你个破头发给我剪去，别家孩子敢交给你啊！一个二流子，什么样？这叫潇洒！你们懂个屁！打包。吃了走。大叔想怎么剪呢？剪短的，剪短行。哎，大叔，你这头发留多长时间了20年了。 ？20。你这头发比我岁数还大。那你可千万想好啊，你这头发要是剪了，接都接不上，你别后悔啊。剪，我真剪了。剪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回复啊！啥人？